上主观，后上开上歌，要我大家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阿忠古，共同來到後生人大嘴鼓了。你頭班人講嘅好吼，新年收來共選圖，百年收來共證明吼。兩三人假使做得共下係收來嘅福氣，唔過啲相處嘅時節吼，會接受到啲啊就諗到對方嘅體類了。今日你有請到六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同來討論一下，自家到交往嘅時節有哪條體類能唔得來眾上分享。首先，老太家小幾度係質疑，大家好，我係唔可以塔到對方體類嘅質疑。因為自家就會太體類。點解唔懂？你唔啲天天因為懂答性，懂溫柔，懂禮。等下就嚟看，到底有幾答性吼？假使冇答性，等下就幫人出去。冇問題。等下就幫人出去。哦，等下看啦吼。第一場老家小幾度係你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做唔哋接觸人我一般凊彩應付我嘅你家家家。因為做喺幾多應付配上嘅。咩？總得凊彩應付他，要認真應付。總得凊彩應付，認真來應付佢，我上當多嘅方式來應付你。咁樣做得冇？可能做得啦。懂麻煩啦。你做唔得啊？哦喲，第一場到來小幾度係應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冇辦法接觸我一排冇他嘅公法嘅認真真真。我想誒無通唔公方嘅懂難。係啊。如果佢認真，仲太上咧。今日我卡當強酷，誒拿個作布來作係嘛？有按講嘅作布嘿，你知道還拿個配你嘅那個傳單吧？有整周主持你冇啊？誒，呢個製作人留嘅兩個人腳出去，我冇看到。阿總部你嘅傳單係貼邊日本帶進來。哎呦，我傳來拜託，然後唔記得咪做空氣感拿下來冇強快。是荷蘭來的，有沒有？好了，現在開始踩地雷了，開始來撐崖梯了，聲音好。其實啦，手計都係白劍。大家好，我係莊白劍哦。我最做唔得接觸對方嘅體類嚟講吼，做唔得讓人講化了哦。其實咧唔單止係就係男我一般，可能對大生意就做唔得講法。哎，不要一直說我又矮又胖，他明明動人到眼睛啊。他好老實哦，給他加分，總上鼓勵。假使你有兩種咧，男我一般愛鼓勵佢，愛講愛打過到工作咧都係好喎。總得。聽曬啦，小幾隊阿爺妹。大家好，我係無法突接觸我男朋友應講到嘅前女朋友嘅阿爺妹。哦，呢啲係當呢嘅體類，不過基本係做嘅沖涼褲。醫生冇做褲，醫生做沖涼褲。我即係我做動作，我同我男朋友嘅前女朋友示威。哦喲，完全無法。以前是朋友嚟咯，看到要講誒，你係乜嘅吊菜啊？看幾個吊菜啊？符合沒做得啦。吹風唔係啦，嘟嘟。魚香茄子。根本唔係人哋一家之主，根本係人哋後上太上咯。肚後面胸滾，我們今天是來打大家的。已經等下談人哋阿爺妹啦，人哋白人用班啦，應付太自家。準備啦，大家小幾度係小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擘開酒好，凊彩好，無體類嘅小鳳。我中心，因為佢啊弘揚天道吼，佢主動到佢。我今日下7條行做得冇？係啊，7條。冇咩？平常是開案多，基本行做得係會行咯。已經有結皮結爛嘅。嗰時候平常是大家就啲男體類係乜啥咧？哦，就係學藝冇講，咁我記殺下來，本大家來看一下男體類嘅選擇了。咁樣有大家有6題嗬，本大家來選一下，就係講係假使你6項本選，唔知㗎做唔得接受男我一般，最歐巴嘅行為係乜嘅？來，向下來看一下，第一。先是看嚟就冇費，這樣已讀不回係乜嘅意思？要講人錯。冇禮貌呢。第二，兩三人嘅共同來相處，比如講向下食飯，見高數據啊，見料啊，見貨，都差唔多一年嘅啦。第三，同阿度就講，啱啱人向下係分數。啊，做啫嘛。做唔得。第四，有意無意啊，有意無事就講到，哎呀，我前男朋友係樣扮嘢，唔講嘅前男朋友都係請我食飯呢。一次搞一檢討。一次搞一檢討。哦，有可能去搞一檢討。再來係乜嘅？交往過後，還係當對人嘅異性好朋友，甜甜連連，好來好去，還感情線又做得安尼。做唔得。最尾。
對未來完全冇計劃，通常就凊彩就好啊，安尼過一代就好，你下唔係當好咩？感覺拄到安尼情況，接所以聽大家來寫一下。最無法度接受嘅，來大家來共同來寫下，先請安尼李家來分享好冇？我最早唔接受嘅就係 T3，呀 T3，同阿豆就講分數，係，其實我真全部都做唔接受啦。唔過呀 T3 同阿豆就講分數，我真係冇辦法接受用嘅呢，因為我知道喺講兩三年吼，強下就愛認真強下啊，你一聽一下就講我分數我冇人強下咧，奇怪。係教係冇，係啊，因為教加拿大係咩？我認真嚟強下，因為講你一傾下就講我同阿都係分數啦，我說我完全做唔到接受，我那我一般按樣做。真嘅，因為你像講過，我出讓強下，你同阿都做分數，跟樣子做嘛強下呢？真嘅，我係強下啊，奇怪。好，嘅認真咩強樣？係啊，我咩做唔到接受吼，唔捌嘅事情就講個分數啊，就本人講動夫經驗啊。喺假使人愛捱嘅話，兩三年遇到問題啊，性格唔合嘅時節啦，或者就係對一件事情看法冇共用嘅時節，就來討論啊，溝通啊，結果就講分數，好啊，繼續分啊，觀念不同，那就拜拜。佢真見吼，兩下人會知道講，同阿豆就分數，好，假使真緊做唔得，繼續分冇相關。不過你拄到時間些提升，冇先去想講，用翻去改革技術，好啦，分數，那你覺得你人生會有大成就嗎？原來咧講係差唔多強龍嘅意思哦，因為事情係有勢權大啊，假使有啲通道就講通阿豆，所以講分數啊，哎呦！要嘛個大事做咧做咧，小事情運唔睇啦，大事做唔得做啦。罕有咧，因為兩三年強下，時常會去出國啦，時常會去出去了啊，假使會訂房間，會訂機票，訂下去咧，結果咧分手咧，我付錢咧我請馬上去，唔一年以後俾錢，係啊，而家想法東西你們突破盲場了，你就知道廖青島故所對白欠嘅心肝都上嘅時，假使即係通下到講分數嘅人，可能其實冇規劃嘅人。嘿，冇規劃啊！其實T3點到T6點係差唔多嘅意思啦。對應該講係唔用強。唔講大家個同阿都講分數，唔代表講23年唔會規劃，咩唔代表講23年都唔會規劃，就會同阿都講分數。那其實都可能係相對嘅關係。我簽的是以前的那個不好的經歷，同要記憶很多嘅挑那地圖，因為太多地嘛，加挑白唔朋友吼，撈佢強下去嘅畢業第二項嘅時節，佢撈佢唔朋友強下去，唔講佢唔朋友乜嘅都冇配。係因為安陽天前見做唔得，前見。故說因為安陽天會記恨到現在，還在記恨，記到了隱隱動氣嘛。今天係記到了嚇，就故說係因為挑白輸過嘅爽快嘅感覺嘅。阿燕妹。愛簽都唔掉嘅係第一名咯，第二名。睇落去發現愛在意啊亮點都係記同異性有關係嘅事情啊，對自己都冇自信嘅。係啊，我同他講，記唱作得有愛一撒朋友出來，其中嘅要拍撒什麼朋友？真嘅。佢咩做唔得同其他什麼人講？故說你要記咩朋友？哦。我們又你老愛要記，你夾幾多時候咧啊？沒有。愛做得，愛做得，愛男朋友做唔得，有些採購，因為我係大粗筒咩，韓國應講到嘅前五朋友，大家什麼人啊？嘅前五朋友係所有人正講嘅話聽人了，嘅前五朋友係吹人又吹人了，要按定人講，係對錯唔得。就講咧，唔知個係雙重標準。係冇唔錯。唔做得老順條咧，記到記到。唔過假使咁樣錯到了嘅，係人嘅男朋友，其實做唔得老記家。絕對做唔係一句話都做唔得講，我個應講做唔得。你兩個記起人男朋友講，像我讀書成就好冇？出頭電話幫我打爛佢。等下叫到你斷手斷腳的。古總看得出來，而且阿燕咪就係惡霸，非常的惡霸。我同你講啦，嗬。假使你我請一個冇前五朋友嘅人啊，你去那個國小找好了。他有空呢。冇，然後你講了，他貴少成都有五朋友啦。養成計劃。你們進行那種恩愛，後來指腹為婚，那種保證沒有前女友。
4點踢球啊，都掉。變到記住變阿婆嘅按你吼，給阿志人嚟托一下，假使真係不能托。其實我真係托千球，記得我自己講嘅時間係自己托，後來我托我就托踢6隻，對未來完全冇規劃。因為我剛剛從你頭擺嘅時，就每間講你點係非常重要嘅。因為學生嘅就想講，誒，你嘅歌會得就好。就愛中意，中意愛就好呀，小情小愛純純的愛。不過以前我有發現到，我以前中意嘅時咧就非常嘅有抱負心，都有目標嘅。不過後來我又發現講，誒，愛用嘅時咧。冇代表講佢千有抱負心，佢就千有規劃咯。你係冇一天嘅哦。就像阿鳳伯嘅，就像兩種人就會講，細漢人千萬唔好存一記載。係啊，你都有抱負心，唔講係冇去做添啲。就存一記載。真嘅。千多相反。後來我睇了後就發現講啊，細漢人一定要有規劃，因為從來就冇規劃，愛在。我冇規劃嘅人，我老嘅冇規劃人，按有辦法可見，你2、3年是嘛個是土，係冇是氣感，係冇，就非常嘅脆。對氣感沒有問題。啊，坦白講，因為呢，我有感覺講其他嘅，其實咩唔好，咩做唔得。你看新時莫非咩做唔得高天空咩做唔得，講分數完全做嘅，嗰時哦，全部就做唔得，人家還做全部都做唔得，我樣樣不易拖，1到6，全部錯。我會1寫到100啦，按用。唔過我真見到大家講到按到，啲觀眾朋友們想下，當你自己都搞忘嘅時間，冇法度接觸人家，另外一半做你行地背，哪一行嚟？等下再嚟繼續嚟分享，啲搞忘嘅時間，由哪條鐵律係大家都認為做唔得，千萬唔好去搭機哦。等下再嚟繼續嚟分享咯。佢寫信之後出來之後，應該什麼？誒，你阿瑪莎，佢講，哦，冇啦，哦，你係我嘅好閨蜜啦，好姐妹啦。想講，哪就按簡單嘅事情，不應該動着戇咕哦。係咩？打天發。哦，真的。按下去。結果咧，人家打天發不過來，誒，怎麼了，寶貝？呢種寶貝，哎呦，要聽得可以。後面咧？嘿，我就直接喊，你也瑪莎寶貝，我是你寶貝啊！歡迎大家多進嚟後生睇上個嘅節目現場，加入本大家共同嚟上一下嗬，假使人嘅另外一半做出嚟6項嘅東西，你最冇法度接受嘅，不過每下最自稱嘅，你下唔係，不是已經就是已經賣出去了，已售出嘛，沒有行情啦，你自己冇法度接受嘅那種，冇法度接受就T1點。訊息已讀不回，我做呢種人哈就會怪死，根本就冇資格談戀愛，你知冇？呢種人最後去入行本菜，傾啦吧，啊，所以假使摸灰就得嗎？做唔得啦，你就已經看咧，我咩點看到嘅，你還假？你上帝給看到了，因為灰嘛嘅。沒有，我每件影視報嘛，唔要插我一下人哋。幾無限咧？係啊，係啊，佢自己都樣誒。唔係，因為兩上人哋談戀愛，係嘛？唔講啲追求嘅過程，尤其係乜嘅演技嚟嘅，你乜演技嚟咩？乜演技嚟咩？係啊，一定了解啊！你喺講演技嚟嘅，哦，見人啲動演，我叫成係咩動演，我啲沒有你幾啲台北。我了解。因為怎麼講點啊？假使講西方人最好用嘅，按比較講聽法講嘅，就是講，哦，你等一下我去洗身，我講好，你去洗，佢話你就等，就見等，就見等啊，等下呀。咩啊？等到爆面嘅，奇怪啊，都係愛炒雞毛，而家啲四條男模啊，又係一見到一種乜嘅，唔知啊。我講一個方法動火，用啊，洗澡視訊，寬面的時候是做的，寬面的。我攝咗入去，代替下。要懂男生。你睇個手機嘅動火做啲風水。那我全部都按你，然後我四神視訊。你售出了，他已經售出了。沒有我全部都。呀，他那唔是啦，我那邊唔是。係啊，唔是誒。他有人就會乖乖。怪死係因為點啊？其他嚟講，我去唱歌，我唱歌唔識酒嘛，唔識一系列，嗰種不得不切嘅地方，嗰種個天花一下數嘅多，一下數唔到嘅啦，數嘅多打開來看一下就已讀嚇，佢咩唔可以唱，你就提供有識酒，你就快笑咩？就見定2點、3點、4點嘅，4點半以後出隻識水嘅。
轉去出隻水冇，硬啲幾條定。哎用正經真係我本人食，係啊，我本店喺本人食。那沒硬啲沒有練好，硬馬上硬就高一天從台北係啊，硬馬上演得咯，不係速度嘅嗬，係係啊。啊，追啊喲！不過正經啊，你個訊息已讀不回，硬正經硬地杯嚟拖。雖然講正經搭啥都做唔得，不過正經硬咩知道已讀不回，一個你留到其他人時間唔係時間係冇？係咩？我有按你感覺，誒硬嘅時間唔係時間，硬嘅時間就係時間。這叫大天發就我呀。有時間打電話有冇價，喊他見。冇只已讀不回啊，打天發。正經我想到你兩下都喺做乜嘅東西，故說正經兩個深度嘅體律，唔過唔單槍按呢，除咗咧以外，還有哪一條係唔認為講係無法度接受嘅印證？我聽錯一講，我有2點，係我完全冇辦法接受嘅事情。第一點就係我愛唔過我單槍愛唔聽聽咯。故事係按嚟嘅，我有個朋友啊，嗬，係細阿妹，佢個細佬朋友真嘅係當愛佢當照顧佢哦，佢細阿妹就想做啲加本佢咧，但係進去屋下幫佢屋下人看一下、感受一下、享受一下，結果啊，佢細佬朋友就講唔依去就好咧，我冇愛依去喎。佢細阿妹就想講，哎呦，發生乜嘅事情？阿細佬就講。冇啦，你阿屋企嗬太亂咧，太污糟咧。哎呀，我而家講嘅係人朋友嘅故事，有故事係咩？朋友就係人妹，人朋友嘅故事。結果佢死啦就唔平意思，跟阿爺妹又同佢講，拜託我唔哎，有反面的。拜託唔要去啦。啊，結果咧，跟死啦就唔去了。啊，呢個親戚好朋友當然就想講，哎呦，未來嘅一個屋企人咩同佢打在一句啊，跟死啦就應告訴佢嘅。哎呦，冇見乜嘅叫做啊，總唔得。跟死啦我係中揾佢講。你係唔係唔愛捱啊？嗬，你用揾同埋屋企人相處係啱嘅。跟住咧就講我冇，我當愛我，唔過咧我冇辦法接受人嘅屋企人，因為我知道嗬，無法同佢哋講啊。我就想啊，未來係要結婚嘅，結婚係兩個屋企嘅事情嘅。分數啊，做唔得安尼下去啊，天朝嘅分數啊。法醫係自家攞去簽名，咩自然攞嘅。你唔曉得做人。你用啊，搞一下阿人咪。咩啊？講嘅男朋友，嘅細佬唔曉得做人。哦，希望同樣面子問題啦。啱啱天一點就係嗌做最重要嘅事情。無通愛講法，我總唔得接受一點嘅，無通愛講法，因為知道愛當草，乜嘅愛當草，可以等下，真嘅要掉一次講老生咧，你真嘅懂草啊？唔係愛同講，可用研究喎。細阿妹因為愛講嘅發量嗬，比細佬多2倍，故作佢唔肯同我講法，我就知道量上行唔下去咧，係冇辦法接受。安尼真嘅要take care，哎呀我希望。冇啦，可能人都唔會講好法。我係啊，咩人嘛該發都會講嘛，太是的事情，都有講啊。你阿總顧，我哋一做我跳那邊滾嘅，真慫。阿鳳伯嗌真係小雞嘅 N 嘅先生，雙拜嘅同先生都係小雞半，所以你看下嘅要壓力冇，你下知道壓力冇。而且阿啲動態用得甩筆，一張照片一張 U 片哦。但係想條線係要係環境我仲係嘅細佬係要貼喺氣氛，就係很多嘅事情。冇啥。講到講法嗬，正經講到講法，你阿爺冇咩強樣我認同，係唔係？因為人就會發抖，冇法就係你個性，唔希望我你就會接受我。我上次我視察咪同我男朋友一樣，試啊，我就突然點親。佢然後說叫你話要講，好啦，你話佢真嘅係愛我。真嘅，真要讀到做得接受。Hello，你嘅節目上放站要跪天，做得放閃。唔排斥，但要等我一點，我冇辦法接受哦。跟男朋友隨便應付我，佢傳信息有冇？我講真安長咧，冇錯。那個貼圖啊，係冇錯，用貼圖嘛，我想按到發咗，這真件會發現。因為佢都下非法。我就會填填本給問號，乜意思？就懂好啊。人男朋友不我用咋？哦。我同他講，我做得真嘅要查，真嘅要查。手可以，我要嘅抽型，係，因為係一樣，唔講係。
引号。好来大家，今日那个老板小口准他非常对，非常。真品懂事。我你甲讲一下吧，其实我讲吧，讲不出讲。无枪记了暗炒啦吼，我迄做唔得接数吼，咱我一般青菜应付爱，就哈哈阿姨们讲哦哦是哦哦是哦是哦，那种是哦是哦哦那种那个东西哦，你知嘛？做唔得接数呀，认同认同。有几种会计都摸憨的，因为体量会酸钱呐，就加一个蚯蚓，是哦，加个蚯蚓，舔啥？舔手，哎呦，爱舔啥？哎呦，就走的10个引号哦，走的。欧巴没说他。我爸爸。如果住在家，应该阿姐们听说嘛，很想其他欺骗呢。我冇办法接受偏爱，共法疗，讲法了，偏见啊，唔清楚爱讲实在话，做唔得按用暗卡，唔免我同我讲，我係威廉，和我係講善意的謊有言。人讲说法讲懂草冇？有咩说法呢？做唔得练。做人愛做得接受。伊個講啊欺騙，劈腿同劈你什麼嘅講法，冇辦法接受。冇辦法，做唔得啊！我喺呢度嗬，我買就包包名牌包包本，我去請佢帶個，做唔得。你聽錯同我講，一聽我同我講，不要跟我講善意的謊言。你阿妹係，我感覺吼，強龍嘅想法啦。那講法了，真緊做唔得接受啊！因為就兩隻眼睛提起來，因為一直閃，一直閃，一直逃避，一直逃避。嘿哦，你做乜嘅唔出在讓我講實話咧？你動作硬係戇古係嘛？戇嘅人，戇嘅人啊！啊本來。我咩人家都戇嘅啊！我一直會挖根揪一根揪的，而且悶，悶到最尾還咩係講嘅該種哦。你偵探。係啊，電腦咯，已經直接講落實法時候咧。外面冇辦法加速共法，外面要追根究底。不過上白天跳白咪有經驗嘛，跳白唔朋友嘅是讓氣力嘅。其實這細嘅事情啊，因為直接講出來嘅時候咧，有時白我咪就遠距離戀愛過啦，嗬。多遠距離數哦？推白佬後龍嘅字，苗栗嘅後龍，遠啦吧？遠嗬。該東西係講嗬，因為遠距離嘛，咁講我獅子座嘛，總得看唔到機啊，所以冇辦法。你兩隻禮拜，應該係去到後龍去看機啊。還有有一擺哦，我是想講，哎呦，當佢冇看到啦，看一下啲手機做追求做乜嘅事情啊，看啲大嘴股嘅記錄啊，哎呦，看到吼水當講哦，就一個寫來咯，萬二，還有講親愛的，哎呦，觸動嘅體率咧，是 gay 啦，哎呦，咁啲，我是打開了看，哎呦，真嘅講乜嘅甜言蜜語，哎呀，聽眾越貴。又貴，所以佢寫信之後出來之後，應該是問你阿瑪莎，佢講冇啦，哦，你係我嘅好閨蜜啊，好閨蜜啦，好姐妹啦，想講，哪就按簡單嘅事情，本來動作戇古哦，打天發，我就直接按下去。佢冇衝天發過來哦，冇，因為這就冇事情哎。他沒什麼力氣啊，搶過來。假設你冇平時不應該打天發嘛，因為見到喺出來發就會有問題。結果咧，人家打電話過來，怎麼了，寶貝？那種寶貝，哎呦，要聽得可以對方嗎？嘿，我就直接喊，你也瑪莎寶貝，我是你寶貝啊！後來應該冇啦，應該淨講下，因為應該動壓咧，我就掛電話，直接告老基講哦。一開始你講來講老師傅的時候啊，你有會老基很尷尬咧，讓自己這麼尷尬，你怎麼改咧？後來啊，我還是講讓他和好，年兩期嘅，年兩期嘅，因為怎麼講吼，人都有第一次犯錯，但是有一拜，總得動不動是講分數。唔講要在問題係動態嘅問題，我冇辦法。真嘅，有100就有聽100。遠距離一定會有啦。已經電腦不識點心咧，係啊。幼稚園小湯圓每天也吃點心啊。咩重點？前幾日像安尼跳白羅公演講用發嘎嘎，雷公為大，即係講安尼假是平常時候經講了發料而變心境，你講還有白就變發料緊。當然就講發料的時間嘛。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平常時候你就想一下，你都交往的時間，然後你相處的時候有哪一道的體類做得去？
冇法度去接受，你天上塔到你就太爆炸嘅世界咯。等下再嚟繼續嚟分享咯。係又冇講啲啦，嘅前因係人嚇，而係主人啊。重要，其實捱老條路，捱這個較重要。條路較重要，因為捱冇重要係冇。但是有原因呢，因為捱做條路係為咗向啊。對面嘅老朋友講，向下動聽嘅老愛講，要麼要歡喜麼，老愛向下冇歡喜係冇。都了解下，當然啦，朋友較歡喜啊。唔過嘅全部係空氣嘅，冇實際，唔係冇。喺人向下，我人生較有意義。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家下上一團大家吵吵鬧鬧吼，亂紛紛，都唔知聽到人擘街就係重點啫，拄到千到鐵雷啊，千到蹦蹦蹦嘅地方。唔過正經嘅家講到千到係即架嘅鐵雷，有一盤大家講下，人嘅身邊有拄過千到鐵雷咩10萬多，一下一塌落去啊，唔就死無命嘅種人嘛，啊一下就蹦蹦蹦，滾嘢在對蹦蹦滾嘅，像個人打嘅天花炮咁樣。係，像我有個朋友啊，佢就會遇到安尼嘅情形啊。哦，個細阿妹啊，就有公主片啊，唔論去到哪一片哦，就會個細來再記起嘅。像你頭擺吐太好嘅時節啊，唔係學教有一些嘅太美嗬，佢就會唱佢嘅男朋友哦，在課中課的時候，就是上課嘅時間，然後上課嘅時間啊。咁唔就10分鐘聽聽。冇錯，就會橋都擺啊，再記起啱啱個地方趕課，哎呦，真係阿妹哦。像每一下嘅學校係有10公頃。係啊，捱唔啲，就係斷斷嘅起嚟，佢就冇辦法接。係移動眼放佢腳係冇縫片咧。啊，有可能係唔記哦。因為有對學校太太啦，愛去質量差。係啦，唔講緊我係有一種就係細奶啦，細奶感動到哦，嗬，跟細阿妹田講要做乜嘅sản婦，佢全部都會先看過。哦，想講用嚟嘅圖形係冇啊？誒，你圖形係嘅造型師啊。原來係咁哦。誒，唔過真嘅感動到誒，係講假使佢知道1、2產婦做唔得，佢田講伊就做唔得，做出門。啊！我先去上門銀吞呢，要先定妝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說我知道咧，動態男人人呢。唔過像自己頭擺沒有讀過按種態男人人呢，誰來？係，像我之前男朋友就係動態男人人，像佢就請靠我出去夾個朋友面前，我非常的乖，非常的溫柔，因為佢剛剛動有面子啊，還有呢，我幾多點我出門，我就會來講，我要出門咯，佢就會問講幾多點轉來，我就會來講，哦，我幾多點會轉部卡，全部都會留佢講。因為佢喺學校嘅形象係冇啊。靠，我可能佢喺坐監，佢喺個監獄度當監獄的。冇，唔過佢去考研嘅時間會登記冇。是。哎，登記那種是。你冇證件啊？我也挺我也有一個天法。不是啊，因為咧，唔講而無看愛講嘅事都笑面嘛，因為愛講愛用愛做地啊，愛做地假使講細來愛用關愛，因為愛講咧係愛一種關心，愛一種愛，係變態嘅做地。變態的愛，冇自由嘅愛。我愛吃到吼，至少給阿自己那個坐監坐到當歡喜，其實係坐監啦。你講真話，歡喜到感恩書，如果你家頭擺讀個正經動態男人人。我完全冇辦法接受動態男人人嘅細來嘅朋友，因為像我前因啊，佢出嚟愛用嘅，你比方講因為大家嘅前面就係睇男人人，都在唱白片。一生出一年都到100哦，其實佢係一下嘅，唔過排泄講。嘿人嘅呀，你係強一下，佢完全唔歪哦。我前一面真係係，唉，男人動太多嘅爆炸，因為講嘅，有一半後我去南浦做條路啦。合在一起嗎？太多爆炸，有一半我去南浦去做條路吼，我說當無限點，我要當建中啊，出嚟講啊，我去做條路咯，唔講啊，半夜都冇老佢講，誒，我哋做嘛嘅事情，佢就開始傾咧。佢傾嚟差唔多48點鐘，冇人嚟講話哦。48點按緊。48點鐘嘅真係完全記定，佢就像個奇怪嘅男朋友，你咪冇親愛人哋。小鐵咧，係準衝哦。奇怪佢點，因為夫人自己喺傾人哋嘛，就講誒
发生乜嘅事情嘅啊？唔過啊，佢完全冇人講法，所以嘛嘅呢，佢聽錯呢，無論佢係錯也唔錯嘅方面，咩啊老佢講啊，排生係做唔錯嘅啦，係發生乜嘅事情嘅啦，老佢按個先跪下這樣的感覺，你知道嗎？係就想講。我真嘅係都無限聽聽，用版又按用對愛咯，將聲音嘅強用，真嘅將聲音嘅強用，後面就完全做唔到接觸啊！我同講啊，唔過嗰兩時咩係知道，哎呦，當分戲像自己強用，愛到就慘死。真嘅，我都係慘死，唔過還分數嘅啊！後來，我猜兩他離開了，就突然看到外面世界如此的天氣如此晴朗，有傾向有。哦，兩個牆頭有冇按牆？哦，原來我不會是給唔會回事，冇後面嘅世界都係不怕死嘅，然後老幾嘅sản婦強用。你下這就拍攝哦。不過講到個白鉗吼，問白鉗啊，人家性變吼，有講到有拄到安樣型體類動作嘅熒幕射門應該。有，千影。哎呦，來就知道。哎，這不是重點啦吼。我要講一個佢嘅故事。佢嘅實在原因啊，佢就兩點吼，在注意種冇辦法接受嘅體類啊，所以講佢自家實在是好咧。佢喊我愛強，老佢強下實在。所以按用動空間啊，都對啦，懂法對啊。實在懂多。但係按用，因為佢實在係因為宗教嘅關係，所以佢意思係講，然後老佢強下信同一個強龍嘅信仰。哦，跪聽啊。嘿，實在學東西嘅習慣，然後宗教嘅信仰咪強咯。啊，其實實在係懂嚴格的嘛，非常嚴格的。非常嚴格。他是吃全素嗰種，所以唔錯啊。卵蛋奶啊，蔥薑蒜全部都有可能有乜嘅考慮，你知嘛？因為唔信用就肉氣，佢係實在嘅人，嗰種就在氣，按補條就做唔到緊張，你知嘛？哦，按佢就破戒，你知嘛？還有問過佢啦，刷牙去做得咧，刷牙去做。真嘅啊！問題啊，拜託。好啦，還有聽嘅地理嚟講，佢完全做唔得行路。健腳有問題，哦，叫人政府嘅補助，有禮拜我去基福下吼，然後我兩時我食泡麵啊，都按不條我食宵夜啊，我食泡麵嘅時間，可能對面是有 7-Eleven 啊，我講 7-Eleven 好貴啊，我去喺旁邊嘅家樂福啊，開賣場，嘿大賣場，結果叫我大賣場同台咧，我看到泡麵嘅蔬菜哦，那有蒜苔咧。所以他就講說便宜上電時候咧，然後就感覺哎呦，哎弟啊，你喺準備嘅輪椅，然後佢送過去查，開賣場入，哎呀，講好啦，我成日表一隻飯咧，陪上本來都有錢咧。你當好伊漢版吼，佢錄嘅唔是買按胎啦，就買叫做東西，台北市就做在。你們就多糞體咧，糞臭咧，就冇辦法啦。不過真嘅講到真嘅，咧梁山坡行路一下，真嘅為幾嘅嘢啊，做啲出汗啊，你係咪懂皮啊？台橋嚇，動車啊，我懂車哦。冇啦，佢係那個模特兒啦，平常時嗰啲去都長久咧啦。叫保養家，佢講嘅叫行跳到尾嚇睇啊，可能係安用啦，所以後來就體諒機啦。房子你下面分開咧未？係啊，有見啊，你房子都條白嘅事情我哋講嘅，條白嘅。條白一路叫是冇用。有從來從過條白嘅二號，我小鳳條白有讀過阿媽街，哦，眼咩係黐類青頭，前因啦，嗬。你懂多。我其實行路冇問題，我其實咩冇實在，咩冇潛在問題，但係咧最主要係乜嘅？佢嗬冇攞件買做就做唔得。嚇？買嘅，佢識唔攞佢就冇識，佢係愛識冇買唔快咧。係，結果我看電影，嗬，我就橋多擺在，結果我講冇你坐車去，坐車係跳慢咧，坐幾樣茶做得咯，我係講坐嘅公車，係車用公車，佢嫌跳慢咧，我就冇橋多擺去好嘅，橋多擺嫌跳熱。好，跳熱佢就做斷手嘛，去看電影又嫌跳冷，就帶我去。你說要偏嘅我啦，又要識嘅又要識了，好識就識，冇識冇準備到又要演。公主呢？你又跳熱，人又跳冷啊！我講冇你種就啲福較好嘅。哦，你講嘅係顏英式嘅係冇？哎呦，哎呀，呢個學人用乜顏色啊？
唔過講真嘅啊，你聽大家都搞忘嘅時候，都頭擺到你係一天有聽過一大堆很莫名其妙嘅考古題哈，一下本大家來談一下，來再做一下。第我老爺媽媽。你細來就係爺媽媽，細妹年就係爺爸爸嗬。我老爺媽媽，我一聽啊，先做點問爺媽媽。先做點。阿婆阿公沒做得啦。阿婆爺媽。阿姊沒做得咯。阿婆沒做得。阿祖婆。我老爺媽媽，有時咧跌到水掉度，唔會叫瑪莎。前因老爺相比瑪莎較好。我老頭路哪個較重要？老朋友傾下講，傾聽嗬。給有歡喜嘛？老有不應該，恐嚇係嘛歡喜嘛？很無聊誒。讀到安尼情況，真緊吼，頭擺多了哈，你看嘛個天陽嘅時間，接上會讀到來個問題，阿師爺來回答，本來回。我出入看天意。唔會問哦，唔會問嘛，唔會問啲咁問題嘛。其實我冇嘛會問嘅，因為像天意題啊，考天意題，也愛是問。佢當然係愛千號啊，佢前意係買東西啊，唔可以講啊，唔係一同佢比較啦。前一就係高鐵嘅查查嘅。唔講唔條正幾實。係咯，用嘅。冇冇。即係天意題當然就係滿送開啊，佢當然係先捱啊，係唔係？嚇！係啊，佢就滿槍嘅啦。滿槍嘅啊，係啊。係真嘅。你家啲滿家下輸卡戰鬥，你哦。係冇錯。生活比人慢嘅。唔過嘅阿爺問唔出嚟咧，天意題嘅，你係問問其他嘅地方。唔過坦講。第三題，第三題我是讀過，係因為我先前有交往一個西來朋友，已經講到結婚咧，唔過佢用時喺台北做生意啲苗哩，我就講哦，假使講哦，一下交往喺延期哩，佢結婚怎樣啊？我再來台中家鄉啊做生意，其實講我冇辦法咯，我一下趁我後生時間我打拼，他以後人有生意咧啊，主張有好嘅成分，用嘅回答就可以給他條路較重要。結果你用啥冇分析，還有咩分數誒？你講嘅你無縫接軌，同埋分數之後無縫接軌，同另外一隻什麼交往，奉子成婚，天天去轉咯，轉台中。唔記得我是冇發現到人家條男冇強強係嘛？我就發現呀，同高分啊！頭擺就係假口天天，唔過真正讀到安尼問題，用白應該嘅小鳳太師來教大家，來回答。愛老爺咪搶時間跌到水掉度，愛叫瑪莎。做起來我較曉得到嘅，我講嘛解你嘛？我天上叫唔啊，我未曉得潮水。哦，前因老爺比瑪莎較好。哎呀，冇講靚啊！佢前因係人客，而係主人啊！我同你講，主人較重要。第三，愛老條路，愛這個較重要。條路較重要。愛冇重要係冇？這是有原因呢，因為愛做條路係為咗向啊。最尾嘅老朋友講，向下動聽嘅老愛講，要麼要歡喜，冇老愛向下冇歡喜係冇？都了解下，當然啦，朋友較歡喜啊。唔過佢全部係空氣嘅，冇實際，點啊？係人向下，我人生較有意義。運動咩聊死妹我哋改變我嘅人生，感謝你。我想講啦，我同公司來到60歲嘅時節，真嘅就從一種。從一期在啊，忙40歲。因為咧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都是誒平常是讀到兩個四個問題嘅時候，你們用把你解記啦。韓國假使你讀到按照題類按到這麼多嘅時間，用把佢留嘅題類來去發給睇咧，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大嘴鼓了。即係我係問題懂到啊，唔過人呢個問題就係悠悠嘅問題，一下就解決咧。唔過懂到嘅細奶啊，嗬，就會知道講，哎呦，你嘅問題懂到，唔過就冇發現到，係細啊，我哋啲保養啊。細奶一般來講嘅問題啊，嗬，冇事就冇事哦，一命到就砰，時機太讚。啊，小鳳做馬家啲下老家嘅，王太太，那個學長就是你阿咪啦。你懂唔會做戲，演一輩子了，一輩子。我開嘛，然後演一輩子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呢一下所以本太子來分享下設計嗬，對你設計來講，你知道細奶人啦，唔看家有講到哦，白欠時間有題類，小鳳們有時間係題類，你知道細奶人老細妹人家題類馬上好多，你咁有正經，又咁有講，細妹人家題類咁正經有好多咧，認真。我知道某一天，
冇聽錯真經冇一聽，真經啊！但是啊，要知道講，哎呦，細阿妹問題動到啊，唔過人呢個問題就係悠悠嘅問題，一下就結結咧，跟細奶就像一層風鋪上啊，就唔見。我同講真經係安嘅，唔過動到嘅細奶啊，吼，就會知道講，哎呦，你嘅問題動到，唔過就冇發現到，係細阿妹啲咧保養啊，細奶一般來講嘅問題啊，吼。冇事就冇事哦，一秒到就砰，司機太讚。如果用子彈來比喻，你就會罵給手槍，記條就會罵給核能啊！哎呦，馬間小都係不是子彈哦，小姐。因為講用武器來比喻，用武器來比啊，一般嘅細阿妹人嘅種心情，就像一般嘅一種嘅自彈，叫風啊上就冇嘅。你了解啊？駕駛係細人，嘅平常時就冇。唔講咧，佢跌落落去就像嘅二戰的原子彈，嘣啊下去，理解咧。我知我知道細妹人體力較大啦，因為我知道細奶人都會神經較大條啊，細妹人嘅心思較幼啊。講法，我唔會講法。神經較大條，唔會很好事情呢。真嘅。我就會看懵啊。係啊，就唔會上鐵道，我知道細妹人懂，唔會上鐵道嘅小劇場啊，一係上係唔要按用啊，係唔要按用啊。嗰時候我知道細奶人，然後就要大概讀個心理系啊，讀一下那個女生的心理啊，因為讀心理系，最後我知道最後就唱唔掉啦，去讀戲劇嘅，然後同佢做戲。沒做對，就同佢做多佢哋做怪奶嘅，佢哋做好男朋友。真嘅，唔看阿小鳳做馬家啲下老家嘅本人相處起嚟，你嘅學長就是你阿咪啦。你同佢做戲，演一輩子了，一輩子。我開夢，我演一輩子。好咧，冇講做戲，翻無錢半夜。嘅阿志人知道真係咁要細妹人家嘅體力咁要較多。我感覺冇嘅聽，因為我感覺從大部分嘅人會感覺講細妹人係小毛病，細奶可能大部分都係好面子嘅問題，不過係因為大部分嘅人都會感覺講細妹人很敏感，不過沒有親敏感嘅細奶就像我後背呀啥就親敏感啊，沒有親好面子嘅細妹人啊，嗰時候真係係冇一天，不過兩三年真係懂事開發，就他唔會容易踏到對方嘅體內嘅，咩做得避免一件事情。唔過唔真然知道咁那個體內咁做得避免到。做得真然做得，因為呢可能你一開始交往嘅時候就嘛個熱戀期嘛，熱戀期嘅話你踏到對方嘅體內，對方咩唔會發現。因為熱戀期地雷就像是形同虛設。冇對你像個二次大戰在我眼前，就如同我的青蛙跳到水潭裡一樣，就變成了小小的水泡。那種小鬼，有啲。故說熱戀不是熱戀期，熱戀期嘅時候要注意哦，對方可能唔會真然發現，不過佢會讓你講，其實我喺當中唔敢下暗用，佢會讓你暗用講，你就會記得哦，你也就會夾個體內，那你記得話又變到習慣度，就代表你動搖經濟嘛，跟以後你就唔會踏到誒。不過那係你對一件事情冇辦法了解講，為乜解我總得暗用呢？你就暗用總唔得呢？你就要記參詳啊。討論過後，你還係冇辦法咧，講為嘛該叫一隻體律就分數，因為真係冇事怕。因為可能大生意有自己嘅體律，冇法度接受，最尾還係冇法度改變你，咪係改變你自己，那就表示你兩三真係冇適合嘅。嘅白欠咧，其實吼，避免吼，踏到對方體內嘅方式進行動作。假使係愛自家嘅體內嘅，愛到一開始猛強下嘅時陣，我說。一點一點透露對方來講，假使佢做咧接受吼，啊佢遇到困難啊，他又不知難而退，啊是冇辦法，啊你自己要這樣，係唔係？你接受咧啊？你都簽約了嘛？你就打 K 肉了呀？啊不然你付違約金啊？沒有，沒有。啊假使係佢嘅體內哦，那個先睇咧試一下，就是試探一下，啊看佢嘅體內到哪度啊？假使喺試過，哎呦。感覺做得咯，是就簽約了嘛？沒有，係咪？那假使哦，還有幾種狀況係講哦，啲體力動鬥，因為體力沒動鬥，但是我們各不相讓，那種條件只有一種，就是兩沙圈嘅對方非常完美嘅這種理想型，講究可能，這種就要靠愛情來磨合。哇，愛情來磨合。不過嘅人夫來講一下，你知道兩三人交往嘅時間，用乜去平面那個體力咧？我下架提竿下有冇？我啲躺下，王太太就坐在身邊。他給你下指導先，等一下哈，下下詳細啲。保養，兩三年叫他保養。你做到誒？現在有動衝嘅冇啦，真係係保養啊！因為哈，
大三人咧本地嘅環境家庭就無共用。啊，兩三人我照顧行鄉下按久嘅時間，一天我有我講我做嘛事情較唔中意嘅，佢係我小可怪下，人喺條件咩變較較勇掉誒。嘿，古上來說頭擺就有一句話講，一支撐隔一隻土，撐不離土。衝用廣普嘛，互相當做得行多路，兩代主張無奈何，要經驗就冇共用。要經驗嘅人講出來就冇共用，係你創戲共用，你都日成係做幾道戲，係啊條擺好嘅。人生就像一出戲。唔過真見有時節係無聲嘅，係會踏到了體內，這種事啊。假使對方踏到人家體內，唔會到那種情形之下，這會不會吃到？沒關係，算了，沒關係，給我一個解釋，還是給我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改出這個地雷警報印證？其實我知道係清風法啦，像我自家冇乜嘅體律，唔過咧我懂冇真件，我主要就係心情就係體律，我心情好乜嘅就好，心情唔好乜嘅就唔好，無所就係愛復生我嘅心情。愛生愛死，係啊，就係你嘅意思。標準都難做嘅。冇啦，我同講真嘅係有方法，像我懂無限嘅時間，無限切差，我心情就唔好。啊，無論同我講乜嘅事情，我就會歇。跟硬硬我一盤就動靜咯，嗬。從今前咧，你就接會嚴格，外面咧我盡不下嘅時間，盡批會同佢嚴格。佢就講，伊去開下個冰箱門，我就打開來，看到佢甜點到地步。阿妹，我呀，我硬用辦法嘅。哎呦，食飯以後就會罵。冇啦。我跟你講，這就所謂的吃人嘴軟呐。哦，先塞住你的嘴。冇錯，古上係咁嘅嘢食嘢太強，就看書會動，係最佢心情都唔好。夾飯是賭，沒有讓你賭呢，你就唔會講法。不過按你個就冇體律呀，用錯清風法，點冇白卡。哦，係啦，我抽你媽嘅過五關斬六將，按辛苦。已經當辛苦啊！不過，阿爺我本師妹來講，假使真嘅讓到人家體律，有辦法。改出我不會崩炸嘛。其實好像什麼認真運動簡單，你就哄我就好了。安奈你啦。嘿，冇錯，像比如講我頭先講到嘅前朋友哦，我就會欠。唔過假使我唔同我窮下吼，媽呀嘅前朋友，寶貝，我嘅前朋友就會投錢。哎呦，就會大家阿爸咩？哎呦，我什麼都懂解。嘿，懂法又按這，唔知係清好誒。我主動嘅，即係動幸運哦，按樣我聽定，唔可以欠。沒有可能會在情形嘅，講我弄唔用手嘛，叫佢肯定人哋講出來。講出來，唔可能叫阿根要按你啊！你按有還有衝突誒，你跟人講你總得加書講法了啊。我講法了，你做得生意嘅法。對佢來講，唔係生意法，係真件嘅食法。矮就喺比人前面看好，也不容置疑。不容置疑，嘿，要就會真。他們就是把你男朋友生氣嘅，你生氣嘅時間哈，佢做乜嘅，然後你是唔會拗咧。乜嘅？他就是在那邊撒嬌嘛嘅，你剛剛不是有示範？就係兩三人演加油嘛，還有佢會先拉下臉，佢就會喺被子裡面就講，我就講按樣，唔好欠嘿，唔好弄嘿，我就會哦，好可愛哦，還會塞奶哦。真嘅，因為給男朋友係隻他太很比較魁梧的人，不過佢做兩件事情的時候，你就會知道懂定。錯了，係。我之前跟金妹大家講到按到，那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都挨在身邊，吼，自家想下兩三人相處，最後無怎有辦法，像剛剛小鳳講的行多路。最重要係乜嘅？下禮拜香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看後生太上宮，要發太假歌。拜拜。喂，拜拜。傳單來了，來發傳單，收起刀，收起刀。